刚在抖音上刷了条新闻，我觉得挺重要的，我得跟大家说一说。他以前咱们这个新闻里面有一个寻人广告，寻人的孩子一般都是寻找孩子的多，就是失踪儿童。但是他这个今天这个抖音里面寻找的是，你看有一个赣州12岁的孩子10月31号失踪，河南是13岁的是10月31号失踪，吉林18岁也是10月31号失踪，陕西是17岁的11月2号，茂名化州的是15岁11月5号，然后汕头15岁的也是11月5号失踪。现在正是全国各地都有这种失踪儿童，失踪的，而且他年龄段都是10来岁啊，就是12岁到18岁这个年龄段了，已经不属于儿童，已经属于青少年时期了。我看了看抖音上有人评价说，这个9月份的时候，国家刚出台了一个器官移植的合法化，然后从10月份开始，10月就是开始有儿童失踪。怎么说呢？我希望我这个想法有些黑暗化。有些人会说啊，这个器官移植是利好政策，利好了半天，没有那么多可移植的器官，尤其是活体器官可移植的东西，这些东西从载体怎么来的？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。什么老弱病残的器官一般都不会移植到活人身上。昨天还跟我们同学就是谈起过这个。而且现在他们说是现在千万让孩子们注意，就是10来岁的年轻孩子们注意，有尾随的不要轻易的去，有可能放学的时候让他搭上伴儿，几个人搭上伴儿，因为他现在你看这个发布地都是什么吉林、陕西、广东，还有什么湖南、湖北都有，面积挺广的，就是意思全国各地都有这种现象发生。大家一定要，家里有孩子千万要注意，跟孩子说一声，尽量不要一个人回家。晚上尤其放学晚的，大家能接的尽量接一下，不能接的尽量让他搭上伴儿回家，千万注意，这个很